在30秒直播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我们真的是感谢神，保守我们一年平安经过。虽然有风浪，但是在神的保护之下，我们都经过了。我相信新的一年，我们的神会赐给我们新的看见，让我们心里有新的盼望，让我们的灵再一次的跟神密契起来。新的年，新的恩典也要临到我们大家。我期待每逢我们来到教会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宠。所以我们不要躲在后面，我们要往前来。我们新的年要往前来，到前面来领受神自己要对你说的话，到前面来领受神要给你的新的力量、新的盼望。期待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能够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我们丰丰富富的带着神给我们的祝福离开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语，诗篇91篇第11节，我们一起来。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真的是非常高兴，我们在新的年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已经在这里应许我们，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阿们。新的年我们会得到神这样子的一个祝福，何等何等的感谢，何等何等的赞美，我们颂扬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这个时候请我们大家安静，在神的面前，你的座位上，为着过去一年感谢祷告，也为了新的年今天第一次聚会献上我们的感恩以及我们的交托，也期盼今天晚上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领受上主恩典。我们开口，一起在神的面前开口来祷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慈爱怜悯的神。今天我们宣告，你要吩咐你的使者，在我们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我们。你要吩咐你的使者，在我的工作、我的家庭都要保护、赐福我们。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你要把你全然的爱，充充满满浇灌给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相信你是在我们生命里掌权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高兴，我们要喜乐，我们要称颂，我们要在神你面前一起来敬拜。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都是奉告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起立，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我相信。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是给我宝贵极大能力。
起来看下面一段的经文，诗篇25篇的12节，一起读。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诗篇32篇第8节，一起请。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这个时候，我们安静，为了这3件事情一起在神的面前，求神来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们宣告，神是信实的神，求主的慈爱怜悯照顾，在新的一年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来献上祷告，为着神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我们来敬畏我们的神，我们赞美他，也求神透过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启示我们前面的道路，也带领我们更专心，单单仰望他，在他里面得着神的教导。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上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罪孽，使我们洁白如雪，走在上主的真道。让我们在神真理当中一起来宣扬，一起来宣告上主的荣耀，也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因着神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能够更顺服匍匐在他里面。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荣耀羔羊》。尊崇敬拜。
下面几项事情来做祷告。第一，为着教会2023年各小组、牧区、团契的事工，还有你的家庭、工作。第二，我们为着长子同工、全职同工、牧者的家庭，他们与神的关系来祷告。还有为着身心灵软弱、外出就学、工作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求神来带领他们，求神来保护，也保护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开口，为了这3件事情，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你是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的神。我们相信，当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你的时候，这新的一年，你必与我们同在，随时随事，你的手亲自带领，你的右手亲自扶持我们。天父，你也应许我们，当我们将所要的交托在你手中的时候，我们全然的信靠你，你就必成全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的使者也会在我们当中四围安营，眷顾搭救我们。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要赞美你，因你这应许永不落空。你是我们的帮助，在你里面我们有指望，终日蒙遮蔽，我们能够安然居住在你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同心祈求，在这里扬声颂赞。主啊，我们相信2023年是一个感恩得胜一切风浪，看见神为我们成就一切开路的日子。因为上主我们的神都要与我们同在，更因为我们的神所开的路，没有人可以关闭，你所开的一切，没有人可以关的。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我们要在你面前再一次同声赞美、尊崇、敬拜你。让我们再来到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爱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要在这里同心的再一次的敬拜，再一次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全然属于你。主，我们谢谢你，这个时间是你得荣耀的时刻，在这个聚会是你得荣耀的聚会。愿一切荣耀都要归给至高的神，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荣
谢谢你接纳我们的敬拜，谢谢你的灵要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灵都敞开。我们欢迎你到我们当中，谢谢你。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上一次有提到，祷告的人要成为一个守望者。当我们成为守望者的时候，上帝必与我们同在，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工，所以邀请我们富强人不要迟疑，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神是全神贯注要听你祷告、听你声音的主。所以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让我们了解他是何等期盼听到我们的声音。诗篇66篇19节，我们一起来。但神实在，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听了我祷告的声音。所以我们的神是全神贯注要聆听我们祷告的声音，全神贯注在聆听那个属灵的浇灌在你里面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每一个人了解他是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就有如我们看那个狗啊，有时候连猫也会，动物外在环境有变动有声音的时候，他们的耳朵就竖起来。看过哈？也许你我也有这种经验。那个耳朵那惊醒的状况，就是他把耳朵竖起来，竖起他的耳朵，他非常认真来听。这个就是凝神专注在神里面来听的一个态度。我们教会那个意涵啊，意涵姐妹，她的耳朵非常灵敏，一种比较尖、比较薄一点的声音。我们旧堂的时候，牧师馆是在1楼啊，所以我们的提摩太牧区青少年都来聚会的时候，都会到牧师馆来。啊，我们旧堂那个门啊，是用推的。然后有一次，一涵姐妹就匆匆忙忙、很快的跑到教会牧师馆来，就问说：“牧师，你们是怎么啦？”我说：“什么事情？”有一种声音很尖锐、很高。我说：“没有啊，我们都没有听到。”但是他听得到，因为那一段时间，我们家里放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零件的东西，那个是在驱蚊子。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用过？以前我们牧师馆，我们1楼蚊子很多，而且有花园嘛，蚊子很多，所以我们就放那个小机器，一点点而已，我们都听不到，别人也都听不到。那个一涵姐妹，她的耳朵就是对那个声音特别的敏感，她就全神贯注在那个声音，然后来跟我们反应。这个让我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印象。所以诗篇的作者就是这样说：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们祷告的声音。在圣经很多很多的记载都是在描述神非常注重、非常注意要听他儿女的声音。比方说诗篇的17篇第1节，55篇的第2节，还有61篇的第1节，蛮多的。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你注意这个听字，你就会发现神真的就是这样全神贯注的要听他儿女的声音。好，我们来看第2段经文，历代志下的16章第9节：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神的耳朵也是这样子，
非常小心，而且非常非常看重他儿女这样子祷告的声音。所以当神听见我们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我们的话语传到神的耳朵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刻，祷告的言语就抓住了神的注意力。这是今天这2段的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教导，让我们能够全神贯注仰望神，祷告神，神也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回应我们。我们的神全然听见我们的声音。有一个例子哈，就是妈妈在厨房忙碌准备那个餐点，她的小小的小女儿就走到她旁边，然后讲这个讲那个，哇，一直讲。她认为这个是很重要哦，所以她就在妈妈的旁边又拉她一下，又讲，然后就在妈妈的旁边又讲她觉得重要的事情。然后这个妈妈看她在旁边这样子对她说话，妈妈只这个小女生再拉她妈妈一把，然后又讲了。小女儿因为她希望妈妈跟她妈妈有双向对谈的时间，所以试图着这样要让妈妈注意到她。她想取得妈妈的注意力。当她知道妈妈真的转过身来要听她讲话的时候，这个小女生却说：“妈妈，现在换你讲，我来听。”这个小女生就跟妈妈说：“现在换你讲，我来听。”这个例子让我有一个蛮大的一个激励。神绝对不会忙到忘了你在旁边跟这个小女生一样跟妈妈讲话那些容。神绝对不会忙到没有注意听你说话。我们也绝不会看到神忙着处理别人的事情，或是他专注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运转，而假装听到我们跟他讲话。神假装听到，那就这样子表示他有听吗？神绝对不会的。我们的神真的是迫不及待要跟我们讲话，神早就迫不及待要造访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守望者，一定要记得，神所以聆听，是因为神很爱我们，因为神很想跟我们沟通。神要我们知道他爱我们，神要我们知道他听见了，神要我们知道，当这样双向的一个对话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他更多的祝福。神真的是期盼我们这样子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神真的是期盼在这个圣殿里面，他要祝福我们，他要把他的恩典赐福给我们。所以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住在神里面，我们就拥有从神而来的眼光。你跟人的关系会开始因着有神帮助，这个人际关系逐渐的改善，我们和睦的关系会提升，越来越和睦。我们彼此之间因着神这样子的爱，让我们也体会来爱别人的时候，就比较不那么容易彼此伤害。在人际关系的一个美好关系当中，你的神就是期盼这新的一年，我们的行事为人，面对自己，都能够使得神再一次垂听与我们同在，都能够帮助我们来同心合意在它里面。所以诗篇的15篇，好，我们下面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是神要对我们说的话。15篇的第2节，来，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所。在这段经文，我期盼在新的一年，神真的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双向的。这个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正直，我们的做事以神的公义为准，我们心里所说的话是神透过神让我们摒除所有的负面的话语，不造就别人的话语。我们的心所说的都是造就别人的话语，是一种安慰的话语，是关怀的话语。期盼我们富强人在今天这个聚会里面，你再一次自己审思，我们因着神的应许这样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因着神的同在，我们领受他很多的祝福的时候，让这所有的人浇灌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因着复活的能力，主复活的能力，救赎的能力充满我们的心，救赎的能力从天浇灌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进入他的恩典里面。所以刚刚牧师说了，今年是上帝要垂听我们祷告的年，今年我们的神要跟你说，我听见了，我听见你的祷告。今年复活的主救赎者的能力将要临到你我身上，阿们。因着神复活的能力，使我们再一次进入一个新的季节，让我们再一次进入神为我们预备那个美好的一年。求神帮助我们，让你的祷告你自己确信神真的听到了。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宣告，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用我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引我走真理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用我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把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接着我们一起来为这几项事情来祷告。第一，为着你有一颗渴慕的心，愿意进到神的殿，跟神说，新的一年我愿意更热切珍惜每一次到你面前的时刻。为着我们富强人能够愿意以神为首，灵里合一，遵守神的真理，我们亲近神。
还有我们也为了教会富强教会再一次的被兴起，让富强教会能够全然跟神对齐，为着教会被兴起，祝福别人，这样子的一个心志来祷告。最后，我们为了台湾的平安、疫情的控制，还有社会和谐、经济的成长等等，在你的心中有所感动的，你就开口，我们为这几项，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有渴慕聆听你声音的觉知，这样子觉知的心智，求你带领，求你监督。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尊主为大，走在你的真理中，并珍惜看重每次经济敬拜你的时间。主啊，求你释放极大的信心来高抹我们每一个人，求你也打开我们心眼，求你能够帮助我们看见你在新一年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所要做奇妙的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同心祈求，带领我们走入你的心意，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心意里面。愿我们的心就此转向，完全属于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信心坚定，我们的信心被建造起来，我们有坚定不移的这样子的信心来依靠你，得着你保守，得着神的赐福。我们也同声宣告，你是富强人的主，让富强人的口宣告出你的国将降临在这里，我们的口也说出你的旨意将行在富强教会，帮助富强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借着祷告进入你对富强教会的计划。愿你的爱的膏油充满我们的心，愿你用你的爱再来膏抹我们每一个人，好让我们每一个人爱人如己，成为祝福别人的人。主啊，我们相信新的一年一定有你特别的恩典。我们相信在你为我们预备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主，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恳求你帮助我们足够的信心，知道神你已经听见了，你已经听见我们的祷告，你也愿意跟我们一起有这样子双向的一个对话沟通。借着我们跟神你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得着你更大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我的主，让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
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是的，亲爱的主，你是救赎者，而且永远活着。当我们在遇见软弱、遇到困境、遇到病痛、遇到许许多多我们没有办法来解决的事实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着你，来超越一切的困境、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病痛。神啊，感谢你让我们迎接新的一年。这新的一年是你降下恩典的年，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再一次在灵性更兴起的年，也让我们富强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勇敢来抓住神的应许，迈向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成就神的应许跟命定的年。神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小组，让我们兴起传福音的心志，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新的计划、新的动力，为主传扬福音，引导更多的人来认识主，也拯救更多的灵魂。神啊，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的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工作、在生活、在家庭、在健康、在子女各方面，都要得神加倍的保守，让我们见证神在我们当中所施下奇妙的大能、恩典跟祝福。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谢谢同工，请坐。弟兄姐妹，大家新年快乐！啊，虽然过新年哈，大家又开始忙了啦哈，那种感觉不是很强烈。不过我们知道，每一年我们新的事工就要开始了。那我们期待每一个小组大家都更加的积极哈，邀请我们的小组员能够常常在我们的小组中一起分享，一起得恩典哈。这个礼拜牧师讲的主题叫做同做神国的梦想家。我期待今天的主题不只是牧师所分享，是各位小组员大家的分享。神在你心中的意向，神呼召你做什么？我希望大家每一个小组把这样的记录在你们自己的小组的记录簿里面。我们跟神说：神啊，那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就看见神你给我们的应许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不只是说，不只是想，而是神给我们能力去实践它，去完成它希望我们今年2023年得神更多的恩膏跟祝福了哈。那有一个小小的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新年开始呢，最重要的事工就是门徒训练。所以呢，我们2月5号那个主日开始，
我们现在就用礼拜天的时间哈，礼拜天的时间，那大家不会浪费啊，来回教会很忙，或者晚上很疲累。我们就是礼拜天早上，你如果是做第2堂礼拜的啊，你就第1堂来上课。那我们现在就是两个阶段的都同时进行啊哈。第二是门徒学校1啊，就是我们去年受洗的，还是没有参加过门徒学校的都可以报名哈。第二阶段呢，就是门徒学校2，以前我们叫门徒大学了哈，这样很好区隔。门徒大学就是说你已经完成第1阶段的课程，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服侍神，怎么样成为同工，甚至成为干部。那我们希望能大家在来教会当中呢，不只是来做礼拜，而且也来受装备哈。另外我们礼拜3我们的瑞平牧师呢，他有开了2个时段的查经班啊。就是早上白天的没有上班的可以来参加，还有晚上晚上的时间期待大家呢踊跃来报名哈，踊跃来报名，让大家觉得说我们教会是一个积极在学习、积极在成长不断在进步的一个教会哈。那这个礼拜牧师去参加我们中会的开会了哈当然很多事工，但其中有一个感想很深了哈，就是我们教会，我们台南中会。有70-80间的教会哈，那都市区里面的教会，当然普遍都教室规模都还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的乡下、我们的郊区我看到人数最少的只有15个会友，比一个小组还少，我们比的小组还少。那大概有10几间教会，都是50个会友。50个人聚会以下的甚至有的一年的总预算都还不到100万，那你就知道说连牧师的谢礼都付不来，所以我们会感到一种急迫感，就是说福音的宣扬差距也能够减低了这个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今年呢，不只是希望我们教会的小组能够成长。我们希望也能够祝福别人我们把自己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够分享更多那这是我们今天在努力的方向。感谢主我们教会呢也蒙神的恩典，去年我们的总预算的经费也都没有缺少了这都是神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相信神透过你奉献在教会的事工有很好的成绩，也必定赐福在你个人的工作、家庭跟经济好，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说今年有加倍的恩膏，好不好？来，我们小组开始聚会了。好，谢谢，平安，大家平安平安。它有时候会有点坏坏的，然后它是好像有点断，好像有点。我从刚都没，它就是因为卡，有点卡。